先前中共加强交了咱台湾的力头，国防部公布，总伫台海的附近有10架厝的中共军机，4只中共的军舰，甲4粒中共的空飘气球，其中有2粒穿过咱台湾本岛中南部的天顶，嘛通过中央线尾。大选只剩4天，中国绕台力头愈来愈大。设备伫台海周边有10架厝强机、4只强舰，甲4粒中国空飘气球绕台，其中2粒佫穿过本岛中南部顶悬，翻过中央线尾，全都拢伫15000英尺以上。国防部指出，中国是利用中原地带进行近地战，干扰民心。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从事灰色地带的袭扰。中共运用这样一个作为，就是从事认知作战。影响我民心士气。其实，中国空飘气球为2004年元旦以来，已经连续8天，总量达到10粒。国防部表示，这种气球路线已经严重威胁真一条国际航线，第一时间通报民航单位来处理。外界关心是不是发现气球落在台湾境内，国防部回应目前无找到残骸。空飘气球如果说进入了人口稠密区的话，原则上我们会按照它的路径。对各个单位发布一些通知，然后严密去监控。那至于它后续有没有落下的情况，我们会请战区保持着密切的监视。国防部强调，会运用联合情感警的手段，加伫空中监控中国气球。共军车备车到各地东海部分区域进行实弹演习，特别大选敏感的时刻也引起关注。本部已经有掌握相关的一个动态，绵密的运用联合情监侦的手段，来去研判它对我们的一个是否有造成一个相关影响。对中国武力行为，美国国务院表态反对任何干涉或者是恶意影响台湾大选，相信台湾选民会在无受干扰的情形之下，选出会一任的总统，佮向中国发声，停止施压台湾的军事、外交甲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